第3場隔晚大熱門係1號，叫做銳一。呢場馬咧，啲成績就比第2場嗰啲咧就好啲噶。曾經勝出嘅咧就係1、3、4、5、6、12，1、3、4、5、6、12，曾經入過位置咧係2號、7號、8號。1號好啊，呢隻 Jenny 都係揀呢隻1號銳一，降班檔位好，曾勝同情上將潘明輝第3咁樣，啲參數都幾好。我要1號、2號，我估1、2、14，好多人關注嘅呢3隻上將前3嘅。然後咧就上將第4嘅就係連心星10號，10號而家23倍。經過鏡頭8號仔咧就係鼓浪非凡，鼓浪非凡冷門嚟嘅，8號仔而家39倍。哇！啲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都係冷門嚟嘅，好冷添啊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哇！成半馬，成一半馬係冷門嚟，即係是但撞一正出嚟，好大機率佢一半係咁樣啊！即係如果你信啲評分制度，全部啲拉翻勻佢咁，即係有一半係冷門嚟嘅。伍兆全要1、2、4，我都係要1、2。啊！上一場點解個阿 Jenny 咁叻嘅咧？揀咗隻曾志成，又冇賽績喎，又冇近績喎，飛數又10零倍喎。我一定喺個沙圈裏邊有啲事發生，令到佢揀佢嗰隻嘅。2號仔志在福星7檔希威森，上次希威森咧就跑第2嘅9.9倍，但今次又4.7，今次咧就明顯熱咗嘅。6號上上感恩，而家見到呢一隻 Jenny 要1、11，唔要2，要4，趙布文、潘頓布文，仲有奧爾文喎，仲有呢啲係同系嘅。黃寶嚟隻馬咧就係8號44倍，好冷嘅，即係呢隻馬咧最叻第3名，入緊5號仔全神貫注奧爾文1、3、4、5、6、12係贏過啊！1、3、4、5、6、12，潘頓啊1號仔藍色銳一，9號進先生。咁早入嘅潘頓，入得都好快啊！4號馬嘅位置臨尾起啲飛，勁盡天下，跟住入閘發正道，剩翻3隻馬未入，分別有志在福星啦、勁盡天下同埋呢隻連心星嘅，交俾集前同埋勁盡天下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3場賽事5班千4 1.8啊！1號銳一大熱，黃旗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英雄本色稍為立腳啲嘅，志在福星喺中間快，貝貝龍啦，常常感恩啦，外邊黃衫仲有隻連心星啊，內欄黃衫啊進先生啦，響外邊位置仲有全神貫注，出邊綠衫紅帽就紅中烈馬，內欄藍粒地色衫嗰隻係銳一嚟㗎，後呢個馬勁盡天下就響個馬林中間，出邊鼓浪非凡啊，尾三英雄本色，尾有心意就縮翻
關注嚟跑喎。金發銀發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啦，放出嚟跑嘅馬係連心星嚟㗎，外邊係貝貝龍，埋邊係志在福星，外邊走上去有八正道啊，第5位中間常常感恩啊。內欄第6黃衫做嘅進先生，外邊係勁進非凡馬林，中間呢橙衫藍帽呢仲有全神貫注啊。內欄藍衫紫色面箍呢仲有銳一啊，後邊5匹馬紅中烈馬，黑衫尾4，黑帽嗰隻就勁進非凡，呢隻勁進天下，後邊3隻英雄本色有心意啊掟外邊㗎啦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粉紅眼就金發人發嚟㗎。好啦，轉正彎直路啦，前面連心星鬥緊貝貝龍啊，中檔位置推進嘅馬呢仲有八正道啦，埋邊係志在福星啊，中間打上嚟嘅馬仲有鼓浪非凡啊，中外檔追全神貫注，大外檔嗰邊有2隻㗎，勁進天下同埋有心意啊，最後100零米連心星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貝貝龍呢追足成條直路都追佢唔到啊，馬林中間銳一依家先揾到位，接近咗啲連心星，咁啊追上嚟嘅馬係銳一，似乎連心星到咗啦，銳一姍姍來遲，追勢最勁㗎啦。何永年俾佢贏翻場，去到潘頓隻馬內跌，穿插咁樣先揾到條罅仔上嚟跑第2，8號嘅冷門啊，黃寶嚟呢隻馬鼓浪非凡幾十倍啊，然後先至到14好多人關注啊，14上將第2名啊嘛，呢隻馬上將第4嘅。連心星初跑此情，好耐都冇贏馬啦！呢個何永年係咪即係加晚18倍？現場冷門啲嘅，嗰啲1號啊、2號喺前面都跑咗一陣嘅志在福星，跑下就冇力啦。13號。英雄本色梁家俊出閘失機，3號遙遙墮後金發銀發楊明倫，2號仔啦跑咗出嚟先志在福星，咁點知外邊有隻連心星啊，或者11號仔10號啊黃綠色係啦，連心星就帶咗出嚟。仲有一隻黃色喺呢度，仲有一隻黃色喺呢度，唉，真係啊！連心星何永年帶頭就有心意巴道冷門嚟嘅呢啲啊，喺外邊粉紅色衫貝貝龍上嚟，貝貝龍都好嘅，貝貝龍係上次第2名啊嘛，我潘頓隻馬咧就喺呢度，穿插你睇佢，冇位俾阿何永年已經出咗嚟啦，咁啊蔡明少、貝貝龍跟住，哇潘頓你睇下呢度，哇又嗌又擰左擰右，嗰啲等佢上咁樣唔得啦，太耐啊，即太後啊，即係太後走上嚟，同埋俾下呢個何永年咧，即係彈甩咗。14就坎坷啦，14一路都以為佢有第2或者第3嘅，爆仔呢個黃寶嚟冷門啊，145蚊位置，19倍邊冷咗嘅喎，連心星夾晚18倍，差唔多啦，19而家19倍，1號仔就銳一，臨尾揾位上輸少少。輸一個碼頭啊，30,771蚊3重彩，係分呢隻嘅爆仔。黃寶嚟好嘢喎，黃寶嚟有一個 win 一個冷位置，連心星。何永年19倍，連心星係方嘉柏贏返場啦。